雖然咧茶飲同腸粉睇落咧冇太多關聯，但我認為咧呢個世界其實咧係一理通百理明㗎。呢餐一支公合共消費29蚊。大家好，我係有嗰句講嗰句嘅斜槓莊園 Theo， 又係一個喺 Cherry 上鐘上到天光嘅清晨啦，決定咧去試一試呢間我只需要步行2分鐘就可以抵達嘅新店啦，整碟腸粉。齋睇呢個名咧就好廣府好接地氣啦，整碟啊即係嚟翻碟嘅意思。廳面唔大，但咧都有住大概15-16個餐位啦，廚房都算開放式噶啦，畢竟放眼望去就可以睇穿整個廚房內部嘅運作。腸粉種類眾多啊，備註及加料嘅選項咧都有唔少，就連唔要油都有啊，而且加一條鮮蝦腸粉啊，先至係需要5蚊啫，睇落咧就覺得好抵玩啦。鮮蝦牛肉腸呢種就接嘅感覺係咪睇落咧就好有食慾呢？而且用嘅餐具咧都足夠復古啊！呢一種不鏽鋼碟咧就係我童年記憶中拉腸嘅專用碟啦。豉油嘅量咧俾得唔會太多噶，呢點咧我幾中意。畢竟咧我好驚嗰啲用豉油幫條腸粉沖涼嘅出餐方式啊！豉油唔夠嘅話咧，我哋自己補咪得咯。畢竟咧淡咗仲有得救，但鹹咗咧就冇得救啦。腸粉本體咧輕盈爽滑噶，我指嘅爽係指咧佢係薄薄一層噶，食起身咧唔會有明顯嘅厚重感，並且唔黏口噶，仲有住比較明顯嘅米香。我感覺齋係用比較靚嘅花生油同埋豉油嚟調味啦，我咧就可以食佢3-4碟啦。我強烈推薦啦！只可惜呢度用嘅油同埋豉油品質咧都唔算太高噶。下次嚟我決定咧自己帶啲花生油同埋濃鹽水。至於肉碼咯，調味係 OK 噶，醃製過後嘅牛肉咧自帶底味，口感咧比較鬆軟。不過可惜嘅係咧佢唔係肉糜啊。冇辦法咧，同腸粉融為一體，一夾咧就會跌翻落嚟。蝦仁咧都有住同樣嘅狀況噶，同腸粉咧比較割裂啦。不過咧先13蚊，真係咧不能要求更多。而且肉碼嘅量啊，真係好鬼充足噶，已經咧係好有誠意嘅出品啦。蝦米碎肉腸。嚟都嚟啦，食咗牛肉點講都好啊，都要試試豬肉嘅。不過豬肉咧就相對平庸啦，而且口感咧都比較柴啊，食起身咧唔太舒服噶。呢啲蝦米其實咧都唔係好蝦米嘅啫，個頭幾大噶，係我平時會買嚟喺屋企咧做粉絲蝦米煲嗰種。我仲係更加習慣將佢稱為蝦皮，口感咧接近於蝦乾嘅狀態，有一定嘅肉感。比起普通蝦米嘅鹹香咧，佢仲多咗幾分嘅甜感噶，令整個腸粉咧增色不少。肉碼嘅量咧依舊俾得好大方噶，誠意滿滿。不過咧都仲係嗰個問題啊，就係咧會不斷從腸粉本體掉落。不過對應呢個價格咧，真係不能要求更多啊。其實咧食完2個腸粉，我咧就真係好鬼飽噶啦。但嚟都嚟啦，就試埋呢個據說最近先上身嘅瑤柱瘦肉粥。粥嘅狀態咧睇落比較綿稠嘅，但食起身咧其實並冇太多厚重感，仲係比較舒服嘅口感嚟嘅。呢度入邊嘅瘦肉咧同頭先腸粉入邊嘅咧完全唔同，係更加接近於我屋企咧煲鹹瘦肉粥嘅調味。肉食起身嘅口感咧都比頭先嘅腸粉入邊嘅咧要和諧，軟硬度適中嘅。本來以為呢個瑤柱咧都只係意思求其放啲起裝飾嘅作用，但細估唔到真係咧令粥入邊咧帶有咗海味乾貨嘅鹹鮮，用嘅量咧比我預期中要多得多啊，又係誠意滿滿嘅一道，我強烈推薦啦！呢餐一支公合共消費29蚊。有人講句，據說啦，呢間咧係廣州一間本土茶飲品牌嘅老闆開出嚟嘅新品牌。雖然咧茶飲同腸粉睇落咧冇太多關聯，但我認為咧呢個世界其實咧係一理通百理明噶，總能歸納總結出一啲嘢作用於咧其他方面。雖然呢部分肉碼冇生喺我嘅審美之上，但齋係呢個冇厚重感嘅爽滑腸粉嘅本體咧就已經值得我強烈推薦啦。自費自願嘅 Theo 飯局即日起咧不定期盛行，歡迎新老朋友入群，踴躍參與啊！繼續同我一齊飲飲食食，人生積極，好嗎？